钱？22元。呀，几多钱？100元。呀，几多钱？25元。好厉害哦！默默，彤彤姐姐，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呀？我说呀，几多钱就是这是多少钱。刚刚我带默默去超市买东西，默默帮我结账哎，好厉害哦！按字声，字声，按字声。哎，我猜啊，一定是谢谢的意思。答对了，就是谢谢。彤彤姐姐，要黑藏你给钱啊，一共找了10元。这句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呀嘿，找你给钱，这是找你的钱。彤彤姐姐，付钱的时候，我跟超市的阿姨说按字声，阿姨说我好乖哦，原来她也是客家人呢。我也要去超市买东西。可以啊，亮亮，那你要赶快把客家话练习好，这样才可以跟客家阿姨说客家话哦。好，那彤彤姐姐你也教教我啊。OK。呀，几多钱？呀，几多钱？不错，讲得很棒。呀，几多钱？这个多少钱？呀，几多钱？这个多少钱？来哟，来买哦！爸，默默，呀，几多钱？这个40元。哦，那呀，几多钱？那个35元。哇，默默，你真像个小老板呢！呀嘿，这样你给钱，这是找你的钱。呀嘿，这样你给钱，这是找你的钱。按字say，谢谢。按字say，谢谢。默默老板，我想要买这个，50元给你。按字say，呀嘿，找你给钱，找你10元。哇，谢谢默默老板。呀，几多钱？呀嘿，找你给钱。按字say，三句客家话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。